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洋流风台已经进攻做中度风台，暴风圈佮继续扩大，气象署嘛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中南部山区佮回答会落大雨、透大风。美东关税将晚期要佮延长到10天。美东嘛答应，和美国政府抽中国营收的15%来交换开放 AI 晶片出口中国。法国上届格拉夫林核电厂昨因为大量的水母甲冷却系统脱掉的暂停运转，都在检修中。先来关心风台上新的动态。今年第11号的风台用绿已经进攻做中度风台，继续往台湾东部海面挖近，暴风圈嘛佮继续扩大。气象署伫透早5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伫拄下晡2点半嘛发布陆上警报。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气象署在稍早2点30分，已经针对今年第11号台风杨柳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我们在未来24小时，台风的暴风圈将会逐渐影响到我们的近海以及陆地。那我们来看到目前的警戒区域，目前杨柳台风的位置呢是位在台东的东南东方大约5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它会比较快速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到台湾附近。那目前它是一个中度台风，而它在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以及暴风范围还有在增强跟略微扩大的趋势。目前在海上的警戒区域就包含了台湾海峡、还有巴士海峡以及台湾东半部的海域。至于在陆上的警戒区域，首波的陆上警戒区域包含了花莲、台东以及高雄和屏东。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我们明天一整天是它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甚至到了14号的清晨，在金门以及澎湖也会受到它的影响。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我们附近的风雨状况是逐渐的在增加的。在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大致上一些比较零星的外围环流在影响。那到了明天的凌晨到上午左右，其实可以看到在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东半部的这一带，都会有一些间歇的阵雨出现。那至于呢，从了明天的上午到下午这段期间，东半部的这一带还有高屏这一带的雨势是比较明显增大的。这主要是已经逐渐接近到台风的迎风面的情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下午到晚间，随着台风的中心逐渐的来到台湾的上空，这个时候呢，在花东的这一带明显的偏东风，以及台风的环流附近的比较明显的风雨的影响，还有在我们的中南部的这一带有一些比较偏向转为西南风的情形。所以说呢，在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这一带，甚至后续到了澎湖，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风豪雨出现。今年第11号风台用柳是愈来愈接近台湾咯。气象署嘛指出讲，风台明仔载可能会对台东入来，到时阵全台湾拢会透风落雨，尤其是花莲、台东，佮有嘉义以南甲澎湖会闪大雨，民众都爱做好防灾的准备。有气象专家嘛指出讲，中南部的山区佮有花莲、台东的山区有可能会伫12点钟内出现400毫米的雨量。我建议风台的中心有可能会升14级以上的强风。拜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干那西半部甲山区过道会上雷公雨。不过第11号风台用柳正在接近台湾，目前已经发展做中度风台。气象署嘛已经发布海上警报，对拜日暗开始，外围环流的水汽就会影响嘉南北海岸甲宜兰。气象署提醒民众，拜三风台拍算会对台东入来，全台湾风雨嘛会真大，也若到拜四各地的风雨都会登河。今年下半天我们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最大的降雨预计会发生在明天台风通过的时候，包括东半部地区、嘉义以南跟澎湖，可能都会有大雨甚至豪雨以上的降雨出现。伫咧风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三风台用柳通过台湾的时，嘛会闪大风。气象署提醒民众，伫咧沿海各地普遍上无会闪8级的阵风，特别是中华以南、华东地区，有可能会出现11级以上的阵风。登陆地点附近会受到非常可怕就是非常致灾性的这种强烈的风雨，这个是特别要小心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花东交界的朋友，就是从南花莲到北台东这一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随着风台的影响，气象署嘛表示，拜三沿海普遍海涌悬会超过3米，尤其风台中心的附近，甚至会出现悬5米至8米的海涌。气象署提醒民众，较莫去海边和山区。趁拜日天气要稳定的时，会当先做好准备来应对风台。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风台要来咯，宜兰县的风景区哦，拢会准备营业。同湾节按算暗时6点就要开始封园。太平山哦，中昼12点开始嘛先休困咯。龟山岛哦，嘛休困2日。另外，林木署嘛成立应变中心哦，准备要来处理风台过了的水流查，所以嘛呼吁民众哦，陆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就唔通搁去海边去水流查咯。宜兰东湾节的装置艺术史努比鸭起甲放掉，因应涌流风台来，宜兰县的各风景区启动风台装备。东湾节暗算12暗时6点已经成封园。那早上我们就针对这个史努比鸭哈，那进行消气哈，就是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进行相关的一个防台作业。龟山岛今仔日明仔2天封岛，但是早起嘛是有要看海翁的船出船。另外，太平山园区中昼12点开始休园，景点风景区营运风台要来拢在准备。你若无甲绑起来，没有把它绑紧的话，台风来的话压掉，雨水也搁压落去，迄稻草就会较紧熬。农民共款无用到风台，因为三星的葱仔长是采收期，爱较紧来加固设施，避免用来铺田仔田的稻草，和风台是靠一个后期。宜兰县大理县长林茂成嘛到园仔里后抽水站视察风台整备。刚在新闻会议的部分也特别要求各局处不能松懈，该做的准备我们还是要做准备。另外，逐摆风灾过后，宜兰的海岸线拢会规个拢是大水查，林业属下单位来成立应变中心，希望在后用上紧的速度监督海岸的大水查。嘛呼吁民众，陆上的风台警报发布了后，都袂当到海岸线跳这大水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风台哦，可能对花莲台东停了，所以华东的民众早起是赶紧做准备。伫花莲的马太安溪这水湖，即马是恐惊量要放弃咯。县政府嘛开会决定要先疏开围伫水尾的民众哦。另外，台东往来日岛的船帮伫过岛了后，嘛已经停驶咯，有一寡游客哦，拢先转来本岛咯。风台要来啊！花莲市区透早10点头开始将扛棒提落来，市公所也赶紧顺市所有抽水站行驶正常。火车站头前才拄设好的装置艺术也要先拆掉，不少游客已经提早离开。因为台风晚一点，它就会发那个路上警报，所以我们没有提早的话，恐怕明天早上的话，怕它会停班。县府启动自己应变中心，针对马太湾区、邦山河地公福乡开紧急会议，各设应用达600人的安置所，建议村民做好体力准备。这个不是只有水，这是跟土、沙、石，还有上面的类似那些树枝，全部都会下来。大家是评估，其实今天下午，请大家就要准备了。你不能等台风来，这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维护啊。在台东承受影响的海线民众也赶紧准备。成功镇的大寨间，因为采收期还未到，农民也真无奈。黄台我们这大颗的也没有办法怎么弄啊，等它来啊。绿岛的客轮今早起开始航处，后天差不多1200游客登台湾，中昼过后是停驶。提前回来。提前大概多久时间？提前2个小时、3个小时。真的。虽然中昼进前华东地区拢是大日头，不过为定落位置来看，花莲台东民众拢真烦恼，拥有的来势正雄加带来雨势，会造成灾情，拢把时间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提出台南市风台和7里8大水河灾后复原重建的特别条例草案送入欢迎审议。国民党的版本总预算是提悬到上济600亿，民众党是增订5违地条款，规定讲补助予地方的经费未当挪用。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立法院嘛针对这届救灾做了无够的所在，先向国人回示咧。上天给我们这个考题，我们愿意承担未来的责任，我们也愿意为这一次所有的不足，向国人表示最大的歉意。行政院长杜英泰为进行台南市风台到7月2日大水河影响向国人回示哩。行政院通过560亿的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草案送入欢迎审议。马碧东团也分别提出因的版本，其中民众党明定中央的执行的进度数字，按每季送入欢迎审议，要求设资讯专区，搁设5违地条例规定补助未当刷去别用途。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当中，补助给台南市，要让他们去清淤的钱，竟然19件提报给中央的，只有3件跟清淤有关系，8成以上的经费全部都被挪用了。请问黄伟哲市长，什么时候要出来面对？
另外，民众党也加列饮水的补助，每1户2万到3万。国民党是甲经费上限调悬到600亿。总调鲍坤奇是这个赖总统进前刊载讲到，袂当啥物拢靠国军，这款言论爱执政团队好好交代。我到每个灾区，我都会向当地的指挥官表达最高的谢意。国防部也要履行救灾视同作战，可以吗？可以。风雨过去啊啦，日头出来啊啦，光电板会使发电啦，电送袂出去啦，看有着电，用袂着电。在这个地区啊，都要形成一个智慧电网，有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直流切换到交通。关键是要储能。是。目前特别条例草案经费是分期编列支用，施行期间对生效迄天开始到2027年12月31日，会当伫立法院同意了后搁延长。若受损伤地区是由行政院来公告，德阳台也承诺会请主管机关放令认定，互人民搁较大的支持。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早起嘛带领台北市会民众党团去市政府拜会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8月23迄3丁胖的公投甲能源议题来交换意见。我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支持核三演绎，打造一个安全、干净、多元的能源组合，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们希望用更大的民主。用人民的声音来敲醒民进党政府，让民进党政府学会在民意前辈。于是乎，有了823核三演绎公投这样子的议案。因为黄国昌昨才表态讲，伊要参选新北市长，所以两个人的见面嘛受到外界的关心。这场会议是对早起11点开始，蒋万安先致辞，再来黄国昌致辞，嘛开放互媒体翕相，再来就来进行闭门的会议。再来看总统赖清德真侪届讲到国防预算就要达到占 GDP 3%以上。国防部按算9月要来提出特别预算，传出讲有将近700亿。陆海空三军嘛拢有采购的计划。国防部的副部长毕鸿辉今仔是强调讲，会照地缘的威胁甲实际需要来编预算，目前是搁在作业中。台海无平静，国防部第12日发布侦测强击14台次，其中包括海峡中线正立北部、西南加东部空袭8台次，高结合强舰5台，指挥了台。国军为了要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达到总统赖清德宣示的国防预算占 GDP 3%以上，相信9月立法院新会期会提国防特别预算，谈讲规模有到7000亿。我们遵从我们政府赖总统的指导，我们会达到3%。那至于说特别预算的内容，我们会依照敌情的威胁和需求，来逐列编列。那所有的情况呢，现在还在作业当中。对这边军购的项目，陆海空三军拢有提需求。谈讲陆军想要买 M109A 制造造炮，国军想买海马士多管火箭，增加买 Altius 600MV 无人机。海军是想要买拖式2B 标准飞弹，可能也买中共研发的快击无人艇。因那空军本来想要买1-2D 无经机，美国不爱买，所以即马转买一个架3型飞弹，加 Nassans 航空飞弹系统。前3年是快速筹获。那后面的4年呢，有包含了建构生产能量，以及预留了相关的时间，万一有一些 delay 的情形，所以这个特别条例、特别预算是7年期。我们至少可以多一点预警的时间，多一点的空袭的时间，我们可以去预前知道。那这方面的科技，这方面的飞机，如果美国有，我们就应该积极去争取，因为这比较务实的去针对我们的国防有实质上的帮助。王定武讲，这边要提国防特别预算，重点是伫咧和台湾有提供防空的能力。林百祥讲，除了采买武器装备，也应该评估战略物资的需求。后续是否会跟随美军采购 M109A7 自走炮？毕竟它是采用新式的底盘，具有更好的越野能力，同时它的这个炮兵的射击指挥系统也高度的自动化，就是可以进行更快速的连续自动射击。或者讲，国防部编列特别预算，反映国军的战略整备方向是无对称战略，主要采买精准武器，和台湾伫1-2年内面就当快速形成战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有台湾的代表团本地初八早起要去拜会南韩正常和解委员会，说临时伫前一天取消行程，讲 APEC 会议有一寡正关键的代志需要处理。副院长朴宣英伫面册是发文批评讲，咱的代表团是真无礼貌。其实行政院那边已经有对外统一的说明了，所以外交部这边的话，目前没有相关的补充说明。韩国的正常和解委员会委员长伫面册是讲，遮尔无礼貌的行为就算已经过3天了，伊嘛是感觉是正大的侮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林明欽办公室是表示讲，林明欽初八早起向 APEC 一寡代志需要处理，才会伫拜访的前一暗临时通知嘛已经有回信咧。委员会嘛表示讲会当谅解，虽然对方有写批表示谅解，却又搁伫面册来表示不满。林明欽嘛讲伊嘛无法度理解嘛望讲未来有机会会当搁去访问。再来看台美关系谈判搁继续，咱谈判团队嘛开记者会，强调讲会继续来争取关系，着卖塔去哦。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嘛表示讲，针对外界误会，嘛来检讨。产业界嘛呼吁政府除了保护半导体产业，嘛要提供传统的产业愈侪支持，协助业者来度过关税的冲击。总统后续关税谈判以15%为目标吗？台美关税谈判持续推进，但是行政机关无来强调税免关税塔价的部分，和外界一直有批评的声音。行政院长杜英泰12讲，对引起误会的深切检讨。郑丽君的记者会只有传达一件事，就是呢继续努力。那我不晓得过去4个月你到底有没有在努力，不要叠加关税。不只是叠加关税，还叠加惊吓农产品。跟汽车产业，美国都可能会对我们有要求。他们去谈判的过程里面，比黑箱更黑箱。在党委员们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如果还在谈判中就把所有的底线都揭露的话，对于后续的谈判到底是明智的还是不智的？条约持续论战，但是今麦台湾面对暂时性关税20%+N，产业界向政府来发话。半导体相对的是一个重要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产业，包括机械业、包括工具、纺织等等，辅导啦，包括这个技术的这个提升啦、转型啦，或是呢，那么政府给一些补贴，比较稳定的一个汇率状况。柯先雄和赖总统同台来活动，可能加减拢会讲到关税管高令，海外台商嘛真受影响。巴西现在问题是比较严重，因为受到政治的干涉的关系。所以又被多加了25%，就变成50%。然后哥伦比亚呢也是被加了25%。贷款的信保额度上面，我们从过去的200万要提高到同一关系人300万。那么同时呢，我们有一个30万美元的专案。侨委会指出，讲台商企业大多数拢是中小型的制造业，承受正大的对顶关税压力。侨委会宣布和海外信保基金开办纾困方案，希望会当提供资源，降低台商的冲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港总今仔声明指出，讲咱国20%的关税比日本、韩国较悬会影响到咱台湾产品的竞争力。呼吁政府应该来维持稳定汇率，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透过暂时卖去电价等方式来减少冲击。有传统产业的业者嘛表示讲，4月到当已经拢无美国客户的订单了，包括纺织、电机等受到关税影响的产业最近股票嘛拢落。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的对顶关税暂时是20%，但是这个加上废品原地税率，等于是台湾的对顶关税是20%+N， 让经济产业受到大冲击。他们已经变增加，而且又加上这个，所以他们就好的。我们每天跟那个美国客户在沟通，但是他们也是一直说没有。就买家来讲的话，还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来替换，当然会要求供应商这边呢，跟 buyer 这边呢来分担这个所谓多出来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成本，但是这个都还要再谈。我们要赶快转型，这样才可以去因应整个就是关税带来的影响，然后提升我们所有制造业的就是竞争力。观察各产业的关税。纺织品原底是10%到20%，加起了后是30%到40%。脚踏车对原底上低5.5%，加起来可能上悬到31%。塑胶的税率对上低3%，加起了后上悬是26%。工具机对4.7%，有悬到24.7%。农渔产品也对免关税有悬到20%的税率。消息出来，包含纺织、
电机等类股呈现较少的趋势，台股大盘也震动，形成24000点的保卫战。因为进前美国表态，开放市场是关税税率要继续降落去的必要条件。以台湾来讲，若针对美国开放市场，包含农渔产品、汽车、保健食品、还有纺织品，拢会受到大影响。这款产品的关税税率真济是10%到30%。政府在这个时间点呢，想办法让它不要倒闭。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低利贷款给他，好让他能够撑过这个时间。那此外呢，赶快加速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工总12对外发新闻稿表示，目前咱国加起来的关税税率是比日本、韩国较悬，呼吁政府维持稳定的汇率，扩大信保基金，增加对中小企业融资，电池暂时卖起，先卖去碳费，搁扩大纾困，才会当协助产业度过这个危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刑事局的电信侦查大队抓到一个嫌犯指挥下骹人透过偷录别人的信用卡，买一寡真贵的闪死的商品，再搁卖掉来洗钱。目前知影有22个被害人损失是超过台币2000万。再将被害人信用卡绑定至集团成员所持用之行动装置，以 Apple Pay 行动支付方式至事先知情之连锁3C 经销商旗下门市，将被害人信用卡额度盗刷一空，再将取得之手机以低于市价行情交由合作之通讯行销赃牟利，完成一条龙之诈欺、盗刷、洗钱之犯罪模式。刑事局表示讲，这是新的诈骗的手法，假做是公务人员摕到被害人的信用卡、金融卡、甲网络银行的口罩，也是被买，就开始消费买物件，再佮甲买来物件，佮再卖出去来换现金专案小组对早锁定讲有帮派背景的嫌犯甲共犯，已经甲因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再来看新竹县新埔有一间狗仔园传出讲向民众收5万块，讲要斗3工来照顾狗仔，所以甲狗仔关伫笼仔内底佮有狗仔互咬死。警方甲动保所去现场稽查，现场已经有10多只狗仔拢死伫笼仔内底剩的狗仔是先带转去动保所来照顾，嘛要求狗园的负责人按狗案来说明。互人关伫笼仔内的狗仔，每一只拢有够瘦。对内底继续行，佮发现有个狗仔已经呱呱高死，初步看大约有10只，现场唔那环境太高，闻起来是有够臭。交给他2只狗照顾，一只5万元，一只是大白狗，然后一只是那个大型的米克什虎斑犬。然后他想问最近的狗狗状况，然后对方一直都避而不谈，然后也不让他们上去喂狗看狗。然后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是这个惨况，而且那个现场你们有看到，就是饲料是非常多的，而且也都没有过期，但是那些狗狗们却惨死在饲料旁边。这是新竹县新埔镇一个狗仔园，传出负责人用一只5万块的介绍来帮忙民众照顾狗仔，说长时间把狗关伫笼仔内底，若无好好照顾，甚至佫无饲狗仔食物件，实在真残忍。有10只狗死亡，然后50只狗有受伤。我们后续会再调查有关这个狗园狗场的主人是谁，那我们会依法办理。那目前已知的资讯的话，它可能触犯动物保护法第25条，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200万到20万的罚金。新竹县动保所目前先把其他的狗仔带回去动保所照顾，后续迈进一步通知负责人到案说明，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今仔透早2点外，高雄有一台救护车甲轿车相撞这台载8人的救护车驶到新兴区，伫林森1路甲6合1路的路口，甲一台轿车弄做伙，加载是无人受伤，双方嘛拢无啉酒。这台轿车虽然是青灯也毋过伊无让救护车行驶会互处罚。监视器翕到轿车伫市顶的时阵，经过这个路口，但另外一边的路口，救护车驶真紧冲过来，双方随去弄掉。因为我们停车在往前，然后但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减速这样，那我这边刹车不及。
救护人员较紧回报，嘛确认车顶的患者无受伤，紧互另外一台救护车接送去病院。发生事故救护车是慢落去，轿车是正后边的车身受损。代志发生伫12半暝2点左右，一台属高雄市消防局新兴分队的救护车，载患者当要去高医来就医，但是经过新兴区林森1路和6合1路的路口的时阵，所含细张的查甫人伊驶的这台轿车去弄掉。刚开了，就开过来，他们刚有点快，没注意到他。哦，是救护车正好要那个。对。还有听到那个声音吗？我没注意。哦，没注意，你是绿灯嘛？哈。绿灯直行嘛。对。警方初步了解，这救护车伫执勤的时阵，有照规定开警察鼻仔和警示灯。这细张的查甫人虽然是青灯直行经过这个路口，但是伊无让救护车嘛是依法爱红法。自小客车沿着6合1路往东直行时，未注意到救护车沿着林森1路往北直行，后续张染1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2项，未礼让救护车告发。幸本次交通事故无人受伤。警方表示讲，这双方拢无食酒塞车的情形，除了依法对细张的查甫人来裁罚，确实的肇事原因，接落来嘛会进一步调查厘清。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国家地动中心开发出一套关楼大地动的预警系统地动一来会向高楼挂伫关楼的住户来发出警报。伫地动结束了，嘛会伫10分钟内来评估讲建筑物结构敢有受到损害，住户敢需要撤离。地动中心是指出讲有一寡所在地动无介大，也毋过煞因为地动阁有关楼建筑物的特性会害甲真厉害。因研发的这套关高楼的大地动预警系统就是会透过建筑物的结构、地动的周期，阁有地动的反应来进行分析，再来决定讲敢要来发布预警伫地动10分钟了后，嘛以灯号来显示。若是黄灯就表示讲建筑物可能有轻度到中度的损害，红灯就代表讲受损是真严重。再来看台铁又有劳资争议，台铁产业工会理事王家是指控讲，伊破病请假，有提供看医生的收据，也毋过因为无附诊断的证明，就互公司来记控制。也毋过台铁是指出讲，一切拢是依照上新的规定来办理，无针对特定的同仁。嘛强调讲，案件已经进入调查，无方便搁再回应。提标语到台铁门口抗议，台铁产工理事王家徛在队伍中，控诉家己年车因为脑误，一直反复发现请病假，真有提供就医收据，不过主管要求员工每一日请假拢要附医生诊断证明，所以毕竟2日的控制，即卖还阁可能面临一大个的处分。我想说15号，那我就再接续休养1天，尽量恢复到全好。所以我当日晚上也跟副站长请假，隔日16号上班的时候，我也立刻补给了假单，还有14号的就医的单据，以及健保快易通里面的截图证明有开药，还有做内视镜的检查。但后来我发现，在差勤系统便批次的不同意，全序部非常明确的写到，只要是合法的医疗机构开出来的证明，或者是医师诊断证明，都可以作为请假的依据。台铁产工表示，王家咧申诉遭到霸凌期间，这期站长是伫保护申诉员工，现场伊也提出劳动部甲专属部的函释，强调若就医的收据都应作为请假证明，呼吁台铁唔通知法违法。产工阁透露，最近接到不少各地单位的反映，指出有主管社会工作原则书写人事规范。那相关的规定，我还是一样，我们就是依据最新的规定，113年请假规则及相关的请假规定，不会针对某一个同仁。台铁表示，这案件已经进入调查当中，任何回应拢可能影响到调查，所以无方便回应。不过，产工认为，台铁按全面检讨一国多制请假原则，避免各互员工限制共款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甲真侪种的癌症有关系。国民健康署宣布讲，对今年9月开始 ，HPV 疫苗会来开放各种的查甫学生会当免费来做，大约会当增加9万人受惠。
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统计，少年人得着性病的人数是一年比一年较侪。台湾自民国1807年开始，提供针对各中查某学生免费注 HPV 预防射。WHO 嘛建议查甫查某拢注，才会当提升保护的效果。因为女生的这个疫苗已经推动了多年，那我们从现在的一个临床实证看起来 ，HPV 在男性引发的疾病的重要性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一个全性别的一个接种。专家表示，注 HPV 预防射唔但会当预防查某得到子宫头癌，嘛会当预防查甫得到喙喉癌、本口癌等等。医生嘛表示，注这款预防射无副作用，家长免烦恼。HPV 的感染造成头颈部的癌症，已经超过造成子宫颈癌的事实，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一些先进的国家就开始接种HPV 疫苗，在男性不只是女性开始施打。WHO 这样建议，在还没有感染之前是最佳的接种期。好，所以建议是9到14岁。HPV 疫苗是一个单纯蛋白构成的疫苗，它就是 HPV 病毒的外壳的蛋白做成的，它没有活的成分，所以它的副作用其实蛮小的。打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它主要的不良反应就是局部的注射部位的疼痛、红肿这些，那发生率其实并不高。国健署嘛提醒民众 ，HPV 预防射无分查甫查某拢建议爱注，预防射的保护力至少有10年以上。透过宣传，国健署嘛希望民众会当拍破只有查某才爱注这款预防射的观念。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甲中国贸易修正的期限伫美东时间12个返点就到期了。美国总统川普昨签署行政命令，针对对顶关税将晚期搁再延长90天哦。川普嘛甲辉达来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政府会当摕到辉达中国营收的15%来交换开放 AI 晶片出口到中国的限制。经过美中高层5月中伫税处谈判了后，双方各自将关税税率降到美对中30%，加中对比10%。原本2个的关税停战，伫美东时间12日透早返点1分特别到期。美国总统川普12日无证实将缓期搁延长90日，不过有真一间美国媒体指出，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We've been dealing very nicely with China, as you probably have heard. They have tremendous tariffs that they're pay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ve been dealing quite nicely.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good with President Xi and myself. 外媒指出，暂停加扣搁较悬关税期限，搁延长90日。新的期限会延到11月7日，互双方伫春的谈判内底维持即马关税水准。川普同一时间证实，晶片大公司辉达公司已经同意上交对中国销售特定真光智慧晶片应收15%来换恢复原本做条禁止出口的 AI 晶片。And I said, if I'm going to do that, I want you to pay us as a country something, because I'm giving you a release. I released them only from the H20. Now. 虽然川普是强调，敢是开放出口降贵处理 AI 晶片，不过过去美国政府将敏感技术出口管制，个案理由看作是不可协商，引起两党国会议员谴责。经过强行加做付费换许可的模式，或者对国家用买敏感技术。另外，黄金市场伫顶礼拜因为关税威胁出现震动了后，美国总统川普12日伫社群平台指出，黄金未被扣关税，发文了后，黄金期货介绍落至点数8%。公司新闻电话前朋友。再来看法国上大的核能发电厂格拉夫林发电厂，昨因为大量的水爆甲冷却系统塌掉的，暂停运转，目前是搁会检修。另外，美国宾州的钢铁工厂大爆炸，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有10个人送病院，阁有1个人失踪。法国上大、西欧上大，伫法国北部的格拉夫林核电厂，10日因为大量而且无法度有这个规定的铁棍子，甲冷却系统的泵不塌掉的，必须着4座反应炉临时停机。法国电力集团 EDF 讲，核电厂因此全面停止运转，4座反应炉自动停机，对设施的安全、人员的安全或者是环境拢无影响。这个核电厂本来有6座反应炉，
其中2座本来就因为维修停机，即马过4座无法度振动，所以就全部拢停落来。格拉夫林核电厂附近的海沙坡是一个顿戈尔克加加来2个城市之间。这几年因为海水温度升高加热情物种，体的数量愈来愈多。另外，美国钢铁公司伫宾州的一间工厂10月发生爆炸，有人不幸死亡。We did have an incident between our 13 and 14 batteries here at the Clairton Coke facility. One explosion. Obviously, this is an active scene and still an active investigation. Our employees did a great job of making sure that we went in and rescued everybody that was involved, safely shut down all of the gases and utilities, and the plant is stable. 克莱顿炼炭厂主要生产炼钢的焦炭，规模伫咧北美是排第1、第2，员工有1300人。今年已经互新日本制铁买去。爆炸的炼炭厂即马已经关起来，其他部分是正常运作。附近的民众讲，伫爆炸了无偌久就闻到臭味，所以人就赶紧离开。这间工厂伫咧过去发生过几多遍意外，2009年甲2019年拢有发生爆炸案，造成伤亡。2014年是发生工作人员跋入去组内面小事的工安意外。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气象署已经发布杨柳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云林县的水南乡顶个月，因为单那是风台有真侪厝的厝尾顶拢互风台先歹去，是搁会修理。伫7月底的西南气流水南乡嘛因真侪所在拢淹水。即马乡公所是强调讲，已经款好39台大型的抽水机，要来应用即届的风台，望讲会当来减少灾损。住伫水南乡上北村的李先生，12早起无行咧修理厝顶，因为受顶个月单那是风台所带来强风的影响，引导厝顶规个吹风器，佮拄着最近整修工人时间拢满，今年延到这2日来整修。风台搁要来啊呢？明仔载要搁来啊，嘛会烦恼啊，因为看嘛袂好咧啊。啊，搁下年咱会坏啊。爱个跳蚤遐，有诶本来是遐个无固定遐是啦。无啊，就拢跳太太的啦，有去固定的，我协起来啊。总个协调就对啦，无你个就我就歹啦。同款一个上北村这三合院，因为碗大牌边啊，目前指挥已经设3台大型抽水机来运行。门口口头前也准备防水门，因为718大水祸灾前，因为地势低，淹水超过50公分悬。灌死啊！就用灌死啊，无要紧就这树里用个力就好啊。毋过安尼水敢袂泄得出来？拢泄出来。针对这一次洋流台风的来袭，我们水林乡公所也准备了39台的抽水机，以及中午会有300包的沙包会运送到公所，提供给民众来索取。水南乡公所表示，718大水河水灾造成水南乡真侪所在传出淹水的灾情。这摆应用杨柳风台已经通知各村里办公室加强巡检抽水机的状况，做好现象来减少灾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雾峰的暗溪巷则因为大雨造成崩山，到达路是阁压袂通。最近当地营运长的大修，互农民是真烦恼。另外，武陵山甲福寿山农场下晡嘛拢先关门咯，嘛呼吁民众先莫上山。涂骹拢是必顺，边仔林景园也是大面积的走山。台中市雾峰区暗溪巷7月底因为连续几落天的大水雨，造成街仔崩起、路断起，即马又搁有风台要来，农民是真烦恼。现在路都不能走，都从往另外一条路啊，小路走啊。他们那个龙眼就采收期啊，说道路要赶快用。没有赶快用，我们这地方没办法下去卖那些龙眼。因为即马龙井长咧大出，煞无法度收成甲运送。台中市水利局12派人抢修，按算先做暂时的便道，互农产的机具通行，后续再搁提报在后的后关工程。巩固道路户籍，接续铺设 PC 的方式，来抢修便道供农民采收使用。预计在8月17前可以完成便道的抢通。服务人员打电话考劝要来佚佗的游客，连工再来。山区福寿山甲武陵农场12下晡已经成休困，呼吁游客唔通上山，确保安全。12号的下午2点进行预警性封园那也提醒游客在台风期间尽量避免到山区。12日下午5点进行预警性休园。
那开园的时间视路况及天候状况而定。两个农场拢表示，目前通外口的车路是正常通行，但是山区伫风台期间，熬透强风、落大水雨，阁有石头落来等等的风险。会好开园的时间，一看风台过后的天气，阁有车路的状况。另外公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早起高雄的南马社公所趁风台又阁未来，赶紧甲人主文的船仔载落山。市政府嘛调来32台的发电机准备下晡要送去木林、桃园甲南马社区来提供若失电的时，会当紧急来发电。无论是桌顶切好的，也是边啊一箱一箱排规排的，这金红山仔拢是透早才拄过南马社载落来的。因为7月小连续撞到风台甲大水雨，山顶的车路甲农作物损断严重，亲像南马社的金红，若水伤严重，山梁村2城，更因为路灯载不出去，销路大受影响。5吨以上的车就没办法进到南马社，那所以我们是用就化整为零，用小货车一箱一箱的带上来。那传统的销售管道。这个等于是已经没有在收我们南马社芒果的时候，我们就市政府帮忙。以往我们到市区来做这样的行销，大概2个小时半左右。那比以往增加是因为路有一些地方是不好的，是有颠簸的，所以造成运送的过程呢可能要小心山脚山顶港心林雅区里长联谊会大型采工100箱南马社的金红，要甲农民斗3工。有民众来公所办代志看到，也对你注文。看下来我就看到，我就想说我们可以买嘛，大家说可以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居民。那这个我是没想到那么多了，那能够帮助他当然是更好。区长表示，知影涌流风台直接对台湾来，早就先做一寡防灾准备。因为山区的路也未完全修理好势，为着要避免到时若是路未通，佮断着失电，市府12中昼紧急调来23台发电机，准备要载去木林、桃园甲南马社，确保居民的生活需求。早上的会趁着台风来的时候，赶快把这个发电机送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区里。市长表示，因为目前山区土壤松软，含水量佫悬，若是佫落大水雨，恐惊会有灾害。到时市府会严格执行撤离措施，也毋望民众会当配合。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永昌报道。之前落大水雨，规个屏东第7礼拜财损就超过1亿2000多万。风台又搁来了，高树乡农会除了呼吁农民会当收的赶紧收，嘛强调讲财损的补助会放力来认定，协助农民来渡过难关。这心拢土啊，这土伊就大大烂。甲泡过水无效的往来摕互记者看，7月8大水雨才拄啊过，杨柳风台搁接伫尻川坡到位，伊暗算要放弃这片往来园啊，先厝叶仔塞困看卖，会使救偌济算偌济，因为原本种的拢泡水泡甲烂去，根本无再搁定种，而且定种风台若来，水搁淹起来，共款嘛是白了工。因为未少啊，这规拢对啊，这拢无看往来啊，你看这大棵的茶会流落，看水偌大，即马风台过来嘛是搁改啊。这因为这桥伤细坑啊，水规个拢满过来。屏东县7月28大水雨，农损总额超过1亿2000多万，是全台湾影响上大的。尤其高树乡是北地乡镇，雨量累积上济，农民拢讲，今年风台7月吹着来，若搁带来西南气流，雨落袂停，规个影响着往来开花的时间，明年采收就搁爱前着。即马后一个风台可能过旧工特别来啊，所以讲，因为阮即马嘛是拢趁好天的时阵啊，阮着爱。一寡杀菌的工课啦，一寡防台的生长期伊个往后延啊。因为阮7月8号开始延到7月28号，即马个台风来，伊是毋是个延落啊？伊一定会影响到阮的迄个蔬菜甲水果的生长的状况。屏东县政府伫今仔日有公告财政补助内容，毋过高树的农产品种类多，农会总干事希望政府申请补助的部分，会使开放全品项补助。总干事嘛提醒民众，风台要来进前，农地有蠓舍的爱耕好收好，排水系统嘛爱注意有通无，尽量甲损害降到上低。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南部灾后的重建搁会进行，有真侪人的厝10户的布棚才大好。即马知影讲又有风台要来，实在是真烦恼哦。台南市主管气候的台南的风神庙主动举办祭天祈愿的科仪，祈求风调雨顺，来国泰平安。
趁好天，7个居民赶紧白扫啊，来打布棚。顶回丹那时甲整个南部地区升甲真正烂。这回风台牛柳搁接落来，大家心惊惊，就惊家园豆豆咧恢复，规个搁害了了。目前那7个家大部分八成拢已经看布棚，有部分因为工人无够，地势沉着，有民众烦恼甲无法度困，就惊风雨来厝会漏水。因为后来迄种嘛，你布棚看不开吼，嘛共款漏啦，啊嘛是共款会滴啊。啊是啊，咱无满啊，我都无钱人咧，迄打起爱可能爱伫迄30外，规间砍起来。你本来小可啊，因为你拢砍砖啊嘛，那攀布会休啊，休起来，结果弄着保险伞，本来小可煞变大面，也个就去较困扰。另外一边伫北门区嘛，趁风台来进前，先甲厝的厝顶经固定好势，做工的师傅嘛当咧赶工。虽然讲正即阵伫2间学校有设安置中心，毋过居民也是较惯势伫咧家己的厝。风台入来话，拢死守家园嘛，是拢咧顾伊家己的厝啊。然后赶紧好去，赶紧家己加强车工啊，再叫赶紧来甲完成迄个厝挂较无好啊。人咧讲，也着神，也着人，主事风神雷公电报的台南风神庙，嘛主动透过传统歌仪，伫庙埕头前摆天案，用50道摆出台湾的地形，叫24个节气的灯，要祈求掌管天地气象的神通保庇。那封神爷，我们在拜拜也是一样，像替各位群众啊，然后各位台南市民啊，甚至是整个台湾，我们这边都有去做一个祈福的动作。进前风灾大水后，地势台南灾情真严重，即阵风台豆豆啊挖来，就毋忘祈求这趟国泰平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嘉义县东石蚵仔，因为顶一届风台损失超过8成，今仔早起大家嘛趁风台搁还袂离来，赶紧承收。一领抢收回来蚵仔，蚵农把握时间来做处理。嘉义县东石的蚵仔，因为顶届风台造成8成左右的损害，蚵农惊刷落来风台阁会造成影响，所以摊也袂有丰富，赶紧来抢收。丹那斯风台砍一个，就风台放一个，我蚵仔就还差不多7、8成去啊！阵若搁即个来，无紧收起来，若搁公园拄好，今年就真惨嘛。这早转来现收的啦，现采收转来。即个你摕东港的，安尼较瘦嘞，搁较细面。破蚵仔、青蚵仔说讲，风台甲乌边仔拢吹到海去，剩的蚵仔才拄要开始大尔，即摆风台又搁要来，大家赶咧抢收，破出来蚵仔较瘦较细嘛无法度，总比拢无通收较好。大家拢会惊啦，即个做甲遐厉害吼，过来吼，足惊啦。今日大家有出去抢收无？有啦，抢收加减收无，我本钱下足济落啊。除了蚵农会惊以外，甚至因为丹那些风台造成沿海房厝受损的民众嘛，同款真烦恼。厝内拄整理好，结果害去的所在还阁等要修理，即摆风台阁要入来，大家只会当尽量做准备，希望风台大来影响莫遐尔大。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南投县开5亿5000万，伫民间乡起高空的观景塔上领之车，主要结构已经完工了。最近咧试观景塔顶悬的 LED 球形的荧幕。当咧起的南投县民间乡上领之青园区，景观塔主体已经起好，最近嘛测试观景塔顶悬的 LED 球体荧幕。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表示，园区按算10月底完工，目前正在招商未来的委外营运。目前正在进行 OT 的一个招商作业哈，那预计会在11月来对外公告，然后能够12月能够进行厂商的一个签约。新的景点虽然有话题性，不过在地村长认为交通接送甲周边景点，譬如讲七星定地、老街、做地体验的串联，拢爱有配套措施，嘛爱做好，才袂互上领之星变做一个新景点。交通方面就是希望讲有迄个连接点，佮足顺畅的规划点。导览部分会当讲找较济人的，莫讲干那一间，也是2间的店家，伫咧图利商人。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表示，会伫寿天宫停车场设接送站，公布建伫智慧景区医药平台，来串联上领之星甲周边的景点，观光业者提供游客适合的旅游行程。
我们会在案子里面来规划接驳车进行流程的规划，然后透过接驳车的一个服务然后把时速有够型做一个串联。南投县府观光处讲，伊今年底会甲厂商签约，而且互因6个月征收期。松岭之清园区上景会伫明年6月份对外开放。记者邢欣怡南投报道。美花园的总团有指出，该百馆团队已经演32档了，是一出真经典的爱情故事。今年要来推出团新版，会伫国家戏剧学院来演出。两个小队第个男女主角交换名兼做定情信物，不过因的恋情却无法度受到祝福。女主角的老爸为着争夺江山，要甲嫁予别人，两人拄当真侪挑战。莲花园戏剧总团一出改百馆传说，是自1993年首演以来传到档的经典作品。莲花园表示，为着要互戏出通对得着现代思想，唔但凸显女性为爱杀出万重围的勇敢，嘛用阮男性展现悲伤脆弱的一面。伫咧这个过程中，本来其实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就脆弱、就可怜，但是这届阮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角色，伊非常的有力，这个力是女性散发出来。莲花园自日本时代1929年承办到当800年，为着要互歌戏通继续传承落去，今年改百馆传说传承版加入侪新世代演员。有演员表示，家己接续伫咧师傅顺翠峰后壁也未演出压力真大，为着要有好表现，团队原来是真侪功夫。因为头前老师的铺陈真重要嘛，爱谈恋爱，爱国家。爱个贵，爱个贵，爱个找，嘿，我若上尾代无家做好，就对不起老师啊。对，所以我感觉压力足大个。就亲像阮伫咧即个大家庭共款，大家做伙拍拼，为着即出戏，大家为着共同的目标，安尼努力。莲花园的改百馆传说伫世界5大洲都捌演出过，32年来全球上无有50万人看过。今年由新世代制作团队接手，对舞台服装等等的设计发挥创意，和传统歌戏结合现代剧场和电影的节奏，拍算9月20、21伫咧国家戏剧院演出，希望互戏迷看到老戏出的新灵魂。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古巴最近这几档经济无好，有真侪饲流浪猫啊、流浪狗啊的民众无法度去负担饲料费用，只好向观光客来讨救兵。已经81岁纳丽达原本家己出钱买饲料，或者是有业者提供村的菜。不过这几年，前地空空，互伊只好向观光客求助，希望继续互猫仔食饱。En mi vida le he pedido un plato de comida a nadie para darle mi gato. Nunca yo he pedido un plato de comida. Es que yo no le pido nada a nadie. Yo empecé yo sola. Y ahora, como me veo apretada con el problema del turismo que casi no hay, con el problema que tenemos en este país, que estamos un poco en baja, ¿no? Ya subiremos algún día. 古巴这几年受美国制裁、新冠疫情、通货膨胀这因素冲击，经济情形不好，为药品、电力到汽油，什么拢欠，真侪人连正常生活拢感觉困难。部分民众选择移民离开古巴，所将因的宠物拼在街路。虽然官方也捌推动计划，为鸟狗绑起来，搁做疫苗，而且挂吊牌标示，不过目前政府财政困难，大量流浪动物已经超过能力负担，计划也无法度完全落实。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部分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